蝴蝶和雲雀，作者孫仲貴。一隻蝴蝶在花叢中翩翩起舞，忽然一隻雲雀從它身邊飛過，閃電般衝上雲霄。這隻蝴蝶對雲雀出色的飛翔本領十分羨慕，它一心想揭開這當中的奧秘，並發誓學到手。當雲雀又一次從它身邊飛過的時候，蝴蝶全神貫注，連眼睛也不敢眨一下，牢牢地盯住雲雀，直到它消失在遙遠的天際。隨後，蝴蝶興高采烈地宣布：哈哈，我這下全明白了。原來雲雀長着一對翅膀，而我呢，卻長着兩對翅膀。事實證明，兩對翅膀沒有一對翅膀犀利，這就是它的全部缺竅。然後蝴蝶自作聰明地扯下身上的一對翅膀，洋洋得意地準備試飛了。遺憾的是，蝴蝶並沒有一飛沖天，它不僅未能成為雲雀那樣的優秀飛行家，連保持自己原有正常的飛翔姿勢也不